我们下一位演讲者是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缺吉吉布，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最尊贵的11世班禅大师演讲。May I now invite the most venerable Erdeni Chochiyabu, the Panchen Lama, to deliver his speech. Respected fellow Buddhists and dear friends, today, eminent Buddhist masters and learned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今天，从世界各地专程莅临第2届世界佛教论坛的高僧大德以及众位大善知识们在此地云集之时，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这里，我要向我国中央政府对举办世界佛教论坛给予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本届论坛是在我的祖国召开的，它有着2000多年的佛教历史。这充分证明，现今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宗教信仰自由。这也标志着中国是一个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国家。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和谐世界，众缘和合，这完全符合佛教义理和现代社会进步的宗旨。现今世界外物科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另一方面由此引起的环境恶化、贫富悬殊、金融危机、冲突战乱、恐怖袭击等各种弊端也与日俱增。Financial crisis, terrorist attacks, and the like. The reason for all the 这些不幸是因为许多人位于苦乐之源，不知足、无善心等一切人心所致。正如宗喀巴大师说，世所有衰损，其根为无明。如来佛祖有云：造何业，得何果？以及诸多经论中所说，善必有善报，恶必有恶报。我们要结合业苦取舍的理论，鼓励并引导现代的人们多行利他之善事。这是我们21世纪的僧人所必须要承担的责任。All kinds of social maladies with the help of Buddhist tenets. In order to do so, we ourselves should first study 为此，我们自身首先应该研习各种佛教经和议论，并做到心同佛法。特别是沙弥比丘者要遵守清规戒律。As Vinaya Pitaka reads.If Vinaya exists, Buddha Dhamma exists. 正如律藏四教中所说，毗尼若住，佛法亦住。佛法能否永存，取决于佛教徒的受持戒律。因此，我们应以增上戒学为根本基础。如法修持道三学。如礼受受教三藏，以此使佛法得以继承、保护、弘扬。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消除众生诸苦之福缘妙乐的妙药的佛法得以永世长存。如世亲大师所说，
There are two ways of Buddha Dhamma. 佛之妙法 Take 有 teaching 两 and 种， attainment as forms. 教法正 Upholding 法 teaching 之 to 体系， preach. Upholding attainment. 持教法者为讲经，持正法者为修行。 I pray 最后， that my Buddha will bless the world 我衷心 and 祈 the 愿佛 world 光普 will 照世界， enjoy eternal 世 peace. 界永享太平。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祝 long 高僧 life. 大德 May 寿高 all of 业 your 丰 good，wishes 祝在座各位 come 身体 true. 康泰， Thank you. 善愿如成。谢谢大家。